咁如果你話捉咗我去隔離嘅，一定發癲，一定癲晒我，因為個人係壞咗嘛。其實抑鬱症其實係腦細胞壞咗啫嘛。呢個係我人生最黑暗嘅階段。61歲嘅前亞視一哥陳啟泰，當年憑主持問答節目《百萬富翁》紅到爆燈，風頭可謂一時無兩。但喺風光背後，原嚟隱藏住無限辛酸。近日，陳啟泰接受節目訪問，反彈患有家族性遺傳抑鬱症，而且病情仲一度嚴重到令佢有輕生念頭。佢話自己爭啲就捱唔過去。佢表示，媽媽同兄弟都曾患上抑鬱，而佢本身以為自己唔會中招，但娛樂圈工作壓力大，導致佢長期嚴重失眠。喺日積月累之下，直至疫情期間，終於徹底爆發。佢形容嗰段日子係人生最痛苦嘅階段，因為擔心出街會感染，要去隔離，令佢變得諱疾忌醫，唔敢睇醫生，每日都要靠藥物先可以入睡，非常崩潰。佢經常喺20樓嘅屋企，下意識望向窗外。好彩太太察覺不妥，即刻放低手頭所有工作，全天候24小時陪住佢，並帶佢去睇醫生，最終先令病情漸漸受控。陳啟泰坦言，要康復實在太難，能夠捱得過去就已經係贏咗。其實情緒病患者真係好需要家人嘅支持及關懷，希望各位朋友都多啲關心屋企人。